去庙啊，去到台南的天公坛吼，啊请玉旨吼，啊所以当有这个龙济寺的名。盐水地头港、南头港吼，刘顺荣先生吼，为济公活佛，还有孝老哈，帮助众生哦，还有济世哦，设立了龙济世哈，还有济世，龙济世要济世，是。啊，那道亲就是讲吼，济公活佛安尼点的啊，点传书是算代替济公活佛帮忙点开那个窍门呐，开那个窍门呐，开智慧了。道亲咯，就是讲吼，嘛是爱修行，听道理，学经典啊，劝贤戒学吼，迄话拢修甲拢爱食素食吼，做工书吼，为做点传书，去外国传传了几百个人呢，